越来越少。咱人无信心的时阵，讲起来，嘛，咱就无主见，咱就无体验，嘛是讲歹想啊，人咧讲嘛，歹想，歹免吼，袂当想。所以来到世间，咱一切经验拢是在想，拢在想，这心咱拢无咱拢把持袂了，这心咱无去除掉，讲起来是咱受到过一种关卡，一种阻碍，一种挫败。所以咱受到，咱去解脱咱自己的经验，我才谈关。哦，然后一步一步，今日咱对出版报告时间，所以今日呢，咱今日大家共产就是大家手牵手，互相勉励，互相鼓励，大家咱度过了这人生的关卡，受到这个关卡，达到消受了是基础的问题，这是咱受到最大的目标。哦，那么我最后结论。甲千里为家千里，咱将天津来为天津去，咱离开厝外边，咱倒来外，无论咱做来，咱倒是咱家倒。我离开我的厝外边，我倒去外边。咱人对天津来，你看今仔咱今仔来出世到天津，到食咯，就是咱老天津。食到老时阵，咱就回互咱人的天津，将天津来回天津去。对西方来，咱来对西方；对天来，咱来对天倒去。这是做主要。但是要到倒面，要倒去到厝，军路是关卡；要倒去回到这个天津倒面，这个过程嘛关卡。那么现在他会啥？他会选择。那么呢，我还有时间到现在讨论。以上咱谈论所在呢，咱处理，咱好好的把握继续，好好的。